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流浮山，喺天水圍站 B 出口，之後搭65號或者65號 A 就直接嚟到噶啦。俾大家睇海鮮酒家，呢幾廿年屹立不倒，好犀利。呢度咧，以前咧第一檔咧，以前賣花膠啊，賣好多海味嘅，依家咧轉咗賣一啲小食，花生糖啊，咩都有，蝦片啊。依家係到到中午咯，12點咯，冇乜人。我嚟咗呢間海鮮。都係幾廿年嘅新城海鮮，啲價錢特別抵啊，優惠，幾廿年個價錢都冇變。椒鹽中蝦，我嗌咗個可樂，呢個套餐係66蚊，呢個蟹肉蒸飯食埋呢個套餐都係68蚊，呢個係蒸魚啊，海魚嚟嘅。就係66蚊，我哋唔要嗰個飯。食完飯出嚟，因為好好天，好太陽，都係好清靜，成條街冇人，行入都係好清靜，真係冇乜人。有啲冇開添，因為今日咧係6月19號端午節，少啲人行喺呢度。呢度好多鹹濕嘢賣啊，有話梅，我哋細個食嗰啲。以前呢度有幾間賣豆腐花都轉咗冇做，望過去好多都執冇做。呢個批發海鮮批發，依家係休息時間，所以就冇人嘅。但係行條街都水浸啊，行唔到過去啊，應該海水倒流，行唔到過去，浸晒。尋日黑雨啊，所以倒灌個海水真係好誇張，行唔到過去啊，浸晒。行咗另外一邊，行到出嚟啊，但都係潮漲，漲得好犀利，有個大蠔啊，標漲。好好太陽，好好天，個天白雲好靚，機械人啊，嗰啲水仲喺度漲緊啊，誇張啊！深圳灣大橋個環境好靚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朋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